Hello，大家好，我係彼得幣家伙。咁有一次咧，同啲朋友傾開咧，講開貧富懸殊呢個問題，咁我就提出咧話，而家呢個制度咧，其實會助長有錢人咧越嚟越有錢，令到貧富懸殊加劇，最終咧衍生一大堆社會問題。咁我有一個朋友聽完咧，佢就話：吓，呢啲關我鬼事啊！有錢人有錢咗，咪佢哋嘅事咯。我窮係我嘅事啊嘛。我個袋係得10蚊就係得10蚊。咁咧個背景大概係咁樣啦。咁今日想講嘅咧就係有錢人越嚟越有錢咧，其實係會令窮人咧越嚟越窮。因為有冇錢咧，其實唔係純粹睇你有幾多錢嗰個數字，而係你手上嘅錢嘅購買力。因為資源咧喺每一個特定嘅時刻咧都係有限嘅。咁你嘅錢嘅購買力咧，其實真正取決於咧你擁有嘅貨幣佔整個貨幣供應量幾多嘅比例。咁咧，我試下用一個思想實驗去解釋呢樣嘢啦。有一日咧，飛機失事，咁咧剩翻3個生還者，咁佢哋咧就流落到去一個荒島上面喎。咁島上嘅居民咧就係用一種特定嘅貝殼咧作為貨幣單位嘅。咁村長見佢哋咁可憐咧，就每人俾10粒貝殼佢哋作為生活費，而且咧呢3個咧都可以喺島上面工作。每日嘅工資咧係1粒貝殼咁樣，而呢個島上面咧，居民主要嘅食材咧就係蘋果。咁咧，但係島上面咧只有一棵蘋果樹，呢棵蘋果樹咧每日可以生產10個蘋果出嚟。咁蘋果現時嘅市價咧就係1粒貝殼，咁所以呢幾個生還者咧每日都可以透過工作咧去賺取貝殼，跟住去買蘋果食，維持生計。唔會餓死。咁咧呢個故事咧就發生一個轉捩點。原來咧其中一位生還者咧係一個 3D 打印嘅專家嚟嘅。咁我哋而家開始咧就簡稱佢為 3D 友啦。咁佢咧就偷偷地研發咗一部印貝殼機，每日咧都可以印一粒咧同市面上一模一樣嘅貝殼出嚟。咁於是者咧10日之後咧，佢就擁有20粒貝殼啦。咁呢位 3D 友咧就決定去買更加多嘅蘋果食。咁佢咧就由每日咧買1個蘋果食咧，變做買2個，甚至3個、4個咁樣，導致剩翻嘅蘋果咧唔夠分配俾其他人食。咁由於 supply and demand 嘅關係咧，蘋果嘅價格咧就慢慢被推高。而家咧要2粒貝殼先買到1個蘋果。咁咧講下另外嗰2位生還者啦。由於佢哋嘅工資每日都係得1粒貝殼，而家蘋果嘅價格咧就提升到2粒貝殼，咁所以咧佢哋如果想保持住同樣嘅生活質素咧，同樣嘅蘋果嘅數量咧，佢哋就要付出1倍嘅工時或者更加多嘅勞力，先可以獲取更加多嘅貝殼去買之前同樣數量嘅蘋果。咁久而久之咧，呢個 3D 友咧就已經擁有超過100粒貝殼啦。咁佢咧就決定用100粒貝殼直接購買咗嗰棵蘋果樹，並且咧將每個蘋果定價直接去到5粒貝殼1個。結果咧導致島上好多人咧買唔起蘋果食，即使佢哋努力工作賺取貝殼，但係由於蘋果嘅價格咧上漲得太快，咁所以佢哋咧都冇辦法咧維持到之前嘅生活水平，甚至有啲人咧要靠食樹皮嚟維生。OK，咁故事咧就講完啦。我哋從呢個故事睇到咧，如果有人可以咧憑空或者靠一啲超能力咧去增加貨幣嘅供應量，就會擾亂原本穩定嘅貨幣嘅數量，就會引起市場上嘅貨幣過剩，即係通脹，令到資源價格上漲，啲嘢越嚟越貴。咁而冇足夠貨幣嘅人咧，就越嚟越難去獲取資源，令到貧富懸殊越嚟越大。呢個情況咧，同現實中有啲相似。當呢個貨幣供應量無限咁樣增長咧，或者少數人可以掌控呢個發幣權咧，咁資源嘅分配咧就會變得唔平均。
最終咧越有錢嘅人咧就會擁有越多嘅資源，而冇錢嘅人咧就會越嚟越困難，生活質素越嚟越下降，甚至慢慢成為咗有錢人嘅奴隸。今日嘅結論就係金錢嘅價值個意義唔係個數字本身，而係個數字代表嘅購買力。呢個亦都係 nominal value 同埋 real value 嘅分別。另外，希望以上嘅思想實驗可以幫助大家更加了解而家嘅貨幣制度嘅問題，同埋點解有錢人越嚟越有錢，其實係會令到我哋窮人越嚟越窮。咁喺下一集呢，我就會講下究竟比特幣呢個帳簿呢一個金錢系統點樣可以解決呢個貧富懸殊嘅問題呢？OK，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